看到一身古锥的翁仔，市长黄伟摕嘛摕着手机仔自拍。这是台南市文化局举办的2022七夕嘉年华，今年串联着台南7间外老庙，互大家来台南不只来看女鬼，嘛会当来台南探求着好姻缘。7月的时候，人家说是传统的鬼月，但是我们除了看僵尸，除了看女鬼之外，最重要的还有月老。那我们希望各位好朋友，不管是来到7大公庙，还是来到台南探访好的姻缘，探访好的文化古迹，我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来到台南都很愉快。感情要靠自己，是一种心安的一闪三尺。对于感情有疑问时，会想要求月老是事实。我觉得是仪式感的安心安，然后。伫爱国妇人馆嘛有爱的算命包互动展览，内面有5种爱的传统仪式，会当帮你算出爱情8字，阁有限定早顿，互大家食饱饱。23条约会行程帮你排好好。这回嘛，甲台湾高铁规划搭高铁来台南过7夕活动。12间饭店甲5间旅游平台推出联名套票，就是要互大家来台南佚佗顺耍，阁爬单身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